不論廚房、客飯廳同睡房，都有個共通點，就係一個好靈活、好巨大嘅活動空間。而且今日呢個單位仲有2個車位添。歡迎嚟到我哋北角半山。置身半山，遠離煩囂，仲多咗一份定靜嘅生活環境。今日我哋嚟到維雅閣參觀一個1700尺嘅4房單位，而且呢度仲有2個車位添。由於大門係冇玄關位，可以令到客飯廳嘅空間更加咁實用。而且呢個係傳統嘅女子廳，可以令到客飯廳更加分明。如果你係置身於呢個單位，你會點樣打造一個咁巨型嘅專屬空間呢？而露台望返出去就一定距離嘅培橋中學，景觀都比較開揚。轉身就嚟到睇廚房嘅部分。首先入口嘅旁邊就有個儲物空間，而巨型嘅廚房可以同時間容納多人喺度煮食。如果要講到咁大型嘅實用空間，亦都相對之罕有。由於業主每一次當租客走之後都會裝修一下，所以喺保養上亦都非常新淨。廚房嘅延伸經過咗工作間之後，就係工人姐姐房，有獨立嘅洗手間同埋活動窗。返返嚟客飯廳走廊嘅第一間房，係長方形嘅間隔。而我哋今日參觀維雅閣呢個單位，每一間房都有唔錯嘅靈活空間，實用率亦都非常之高。現時業主叫價係2720萬。若果以 below 3000萬嘅價錢嚟講，可以擁有一個1700尺4房嘅單位，再加上一對雙輪嘅車位。喺現時樓市回穩嘅狀態之下，維雅閣今日參觀呢個單位，會係一個置業唔錯嘅選擇。影片就分享到嚟呢度啦。如果睇完條片，我想嚟參觀呢個單位嘅話，可以聯絡我呢。最後可以欣賞埋主人套房。